小小要吃泡面不？呀，随便给我煮点嘛！呀呀呀呀呀！我的哦！哎呦，这干活的人硬是吃那么多肉。大家吃泡面喽！来了！好，你这样做这个玩还是，这起来是馍嘛，来了，香香脆脆，这肉丸不仅是饭好吃，那泡面也好吃。用高山热度免早而成功，好像龙岗嘛也来办理好。小夏，你给我做点泡面。走。你这弄到啊？哦，煮在吃了哇！我这泡面的时候，你一直嘛丢。哎呦，我的显着干嘛呀？你在点偷贼，哎，那丢。我倒不得管，我反正你喊丢的，不能烂的哦。哎呦，我叫你走哈巴哟！哎呦我的妈！